Hello，好開心你嚟到呢一度一齊試下呢一個簡單嘅冥想。今日我哋會透過聲音嚟練習覺察，即係留意當下發生嘅事。日常生活入面，我哋會聽到好多聲音，無論係靜靜地、熱鬧嘅，甚至係有啲煩嘅聲音。今次嘅練習就係學識點樣輕鬆咁接受所有聲音，而唔需要抗拒或者執着。無論你係新手定有經驗，呢個冥想都係輕鬆冇壓力嘅，純粹畀自己一個機會去體驗當下嘅聲音世界。揾一個舒服嘅位置坐低，可以係喺凳上面、梳化或者 cushion，總之你覺得穩陣、輕鬆就得啦。背脊保持自然，唔使特登坐得好直，好輕鬆嘅，輕輕感受自己身體被支撐住嘅感覺。深呼吸一下，吸氣，感受空氣進入你嘅肺部，然後慢慢呼氣，將身體入邊嘅壓力、緊張一齊帶走。再深呼吸，吸氣，感受新鮮嘅能量進入你身體，然後慢慢呼氣，呼出身體入邊嘅緊張、壓力、負面嘅情緒一齊帶走。再深呼吸，感受所有好嘅能量吸入去，然後慢慢呼氣，呼出所有身體裏邊嘅負能量一齊帶走。首先，專注喺一啲舒服嘅聲音，可能係屋外嘅雀仔聲，或者一啲風吹嚟嘅聲音，又或者淨係你自己嘅呼吸聲。唔需要刻意分析聲音喺邊度嚟，純粹知道自己聽緊就夠啦。靜靜感受一下呢啲聲音點樣進入你嘅耳仔，又點樣慢慢消失。有冇一啲細微嘅聲音，你之前可能忽略咗？而家慢慢擴闊你嘅注意力，去聽一啲普通嘅聲音，
即係你平時完全唔會留意到，但一直存在嘅聲音，可能係冷氣機運作嘅嗡嗡聲，或者係鐘發出嚟嘅滴答滴答嘅聲音，又或者係遠處街道傳入嚟嘅人聲、車聲。呢啲聲音唔係特別靚，亦都唔係特別討厭，但佢哋係你而家呢一刻嘅一部分，唔需要對任何聲音作出反應，就咁慢慢靜靜地觀察，感受佢哋，感受呢啲嘅聲音。好啦，而家試下將注意力帶到一啲可能令你會分心，或者你唔太鍾意嘅聲音，可能係裝修發出嘅敲打聲，又或者有人喺你隔籬講電話嘅聲音，街上車輛嘅響安嘅聲音。如果你發現自己開始覺得呢啲聲好嘈、好煩，唔緊要，純粹觀察自己對呢啲聲音嘅反應。你可以將呢啲聲音當作冥想練習嘅一部分，唔使抗拒，亦都唔使特登要鍾意佢。呢啲所有嘅聲音就係你可以用嚟冥想練習嘅一部分。最後，慢慢放開對任何特定聲音嘅專注，感受一下聲音與聲音之間無聲嘅空間。即使世界上充滿聲音，寧靜都一直存在，包圍住一切聲音。我哋體驗一下呢種聲音同寧靜並存嘅狀態。慢慢張開眼睛，聽下四周圍嘅聲音，睇下身邊嘅環境。呢個冥想
唔係要你避開聲音，而係學識點樣自在地接受一切聲音，不論係舒服定係煩躁，都可以成為你專注當下嘅機會。記住，每一個聲音都係提醒自己活在當下嘅機會。多謝你一齊參與呢次嘅冥想，希望下次再見。Take care，拜拜。